後來繼續是南投山區發生着車禍，有一台烏色轎車開山路違規來超車，結果弄到對向要落山遊覽車。這個烏色轎車車頭爆開，肇事的駕駛掉佇個車頂，腳甲手攏受傷。警消人員甲救出來了後做酒測，這個酒測值高達0.58，用公共危險罪甲移送。南投的山區，一台烏色的轎車壞插佇路邊，倒面的車頭攏甲變形冒落，東風玻璃破甲脆糊糊，若像電鍍網，損害甲真嚴重。是什麼路在超車？遊覽車頂的乘客攏互驚到，一台烏色的轎車，技術是違規掠車，弄到遊覽車，肇事駕駛掉佇車頂。員警接到通報到現場處理，駕駛卡着傷敗咧，伊的酒測值來到0.58。嘣的聲音，那當下以為是石頭，他整個人是卡在裡面，然後他動彈不得的。車禍都發生在昨日台71線東府合作農場附近的車路，遊覽車載超30人，是北部的旅遊團。當時遊覽車要落山，烏色轎車要上山，駕駛涉嫌食酒塞車，掠車閣食過上黃線，去弄到來自對向的遊覽車。加在車頂無人受傷，肇事細金的駕駛腳手擦傷，遊覽車司機愛去做筆錄，行程轉辦3點鐘。尤其是氣噗噗佇網路頂鋪文章講，希望毒駕甲酒駕攏判變形。經性駕駛超過法定標準時，後續將依法偵辦。旅遊團歡喜佚佗，結果出車禍，若拖着行程，閣破壞遊覽的心情。烏色轎車駕駛食酒塞車，閣違規掠車硬弄，互依照公共危險罪上班。